加州保險同你一齊探討女神蘭斯的保險知識寶庫。恭喜恭喜，祝你仔仔肥肥白白，聰明伶俐。啊，女神，多謝晒啊，多謝晒啊！新任爸爸湊 BB 辛唔辛苦啊？唉，晚晚半夜起身餵夜奶，第二日又要翻工，完全唔夠瞓啊！不過好彩，日頭咧有培月姨姨啊幫下手照顧 BB 同煮嘢俾我老婆食啫。哇，培月啊，真係好重要噶。不過你記得幫佢買翻份保險喎。乜培月要買保險嘅咩？咁你係咪定咗翻工時間出糧俾人先？如果係，根據僱傭條例，無論係臨時工、兼職、替工、長工，都係僱員，係冇分別噶。所以只要咧你同培月係真係有一個僱傭關係，你就必須要幫佢買保險。但係佢做幾個月啫，都要買？梗係要啦。如果佢真係你嘅僱員，而你又冇幫佢買保險呢，其實你會犯法噶。萬一你嘅培月姨姨真係喺工作期間因為意外死亡或者受傷，你亦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哇，咁佢都係照顧下個小朋友同煲下湯啫，應該冇咩意外會發生啩？咁你就錯啦，培月姨姨成日要照顧 BB，又要抱 BB 彎高彎低，又要換片沖涼，好容易受傷噶，煲湯都有機會淥親啦。萬一有喜事上嚟，可大可小噶。咁你都啱嘅。咁唔知有冇得買1個月嘅培月保險咁嘅呢？一般市面上好多保險公司都有提供勞保，但係通常都係1年1年計嘅。不過坊間呢都有啲保險公司係因應培月呢種工作性質同埋期限而提供一啲較短嘅培月保險。其實我阿媽都唔贊成我哋請培月嘅，因為佢好中意湊孫，成日話自己仲有氣有力照顧新抱仔同埋 BB 咁話。唉，咁不如索性每個月俾多少家用佢，就當請我阿媽做埋培月。如果係咁，仲使唔使買培月保險呢？咁啊，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係指與僱主訂立僱傭合約而工作嘅人，無論份合約係口頭或者書面都可以嘅，但係呢就唔包括同僱主同住嘅家庭成員。如果你請嘅係近親，就一定要同保險公司申報。如果保險公司受理，咁你份勞保呢就可以生效。所以你最好搞清楚究竟同伯母嘅關係先，再決定究竟係咪應該要幫伯母買一份勞保。咁如果你決定係唔需要買勞保嘅情況，你都可以考慮下買市面上一啲個人意外保險同埋醫療保險去保下伯母嘅。完全明白晒，唔該晒你啊，女神。我要翻去湊仔先啊。女神蘭斯的保險知識寶庫係由加州保險特約贊助播出。以上乃一般資訊，並不構成任何個案嘅法律意見。